来西亚好朋友，今天我来搞马街，我们熟。哎呀，我们那边还可以报告。好，要照花纹切才好吃，它的肉就会很 Q。那你要不要多解释一下，这样就可以浪费5秒钟？没有啊，可以继续切，继续切。酒酿少莴笋。等一下呢，你们3个男的不要吃。Andy，我也先，我也先。还是用恰恰？哎，做的。恰，哎呦，不要做得深，绕一下。嘿嘿，绕一下，嘿，绕。竟然会。第2季可以应聘厨师的角色了。Hello， 各位電視機前面觀眾朋友，大家好。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大家好。分享薯坤，一家之主，我係民族。我係莊百強。今日呢又來到苗栗咧吼，苗栗人家都有個味噌呢，就係有個有200年歷史嘅移民廟哦。個人家目前應該對有個移民嘅形容有很較多嘅了解吼。基本有移民家好像談過咩事就係聲音嘅哦。他是好像很多人。但係地有冇教養嘅人，也就客家嘅先民啊，為了保佑也到位嘅，也就土地古時嘅勇士呢發生當到嘅衝突，唔過呢就為了捍衛家園這樣。唐英講故事都好談呢。哦，真嘅哦。對呀。那就繼續講下伊咯。冇問題，冇問題。嘿，那我今天就點啊用。沒有啦。不過我們還有2個評審席上面懂不講。好，先來分享到齊牛幫齊師傅。大家好，我係寶妹，大家好。那就陸子斌、陸師傅。大家好，我係阿Bingo。好，馬上可以打開攞一本大家看咯。哦，哎呦。嘿呀，今日是菜凍凍呢。哦，高筍。高筍、莴筍，還有木米，切點菜，切菜，豬肉，放菜頭，倒帶我煮埋嘅東西咧，邊個？應該用炒的啦，用炒啊！今日要煮嘅料理哦，是係莴筍炒鱔絲。也給莴筍呢邊做的叫做美人筍這樣子哈。好，等一下呢，就可以係今日呢參賽春料，首先來分享到也特別係表節目嘅李김치老腳演節，歡迎。歡迎。今日哦，咱是挨到香港哦，基隆沙嘅關係凍負責咯。掌聲歡迎劉秋蘭繞手龍。哎呀，有門哦。好了，先來看下特別李김치老腳演節，平常時都不開，有應該煮飯吧？有啊。客家什麼都懂得煮飯呢？係啊。跟住還有做自家嘅頭路冇咧？有，賣豬肉。買豬肉。係啊係啊。看唔出來耶！我說你當夜，係講真嘅冇辦法，一年要吃幾條豬誒？過年過節比較多。過年㗎？嘿，大概1條。哇！一條。啊，平常都半條。我跟你說，亞嘅吼，一聽我老賣豬肉嘅頭家大後管hen，啊用漳州的鮮豬喎，比較發講愛買那有沒有黃金6兩肉啊，也愛買嘛個，老人工對不對？愛鮮牛的，我說單愛天花鮮牛不愛，因為那邊很沒有力啦。好啦，那今日比賽有心情冇？有冇 Q 演技？有像哦，加油哦！加油！菊英姐好可愛，她剛剛神飄到不知道哪裡去。你想快點，我們一看有人講話。好啦，就可以用挨到大家少改哦，講基隆山的關係凍負責哦。還認為你們自己講一下，我講不出那個關係，那個家族鏈。用反告。你們的關係是？這是我外甥的老婆，她叫我舅媽。外孫的老婆，也就是說，你的老公的妹妹媳婦的媳婦，老公的妹妹的媳婦，是。哇，啊親戚啦，對，親戚。我諗我關係算當然很遠，我有冇去強下去報名參加比賽啊？不卡莫佩薩，對，真的對不對？其他人都比較害羞。我舅媽要幫忙，我們就一定要力挺。對，你看，你剛剛有沒有聽到小榮鳥？他講話有一點點小小的腔調哦。冇空用。你也來到那邊？哦，你是來自哪裡？東岩，我坐飛機來的，馬來西亞。
马来西哦，你亚。马来西亚你，对对。跟给导比有共好吗？有嘛啊，哈我。是客家人，还客家他是人。马来西亚的客家人。哎，可是马来西亚还没讲太普强较多，咩冇煙嘅，喺冇煙嘅客你有家人。讲梅烟係啦，哦，廣東腔誒廣東腔。所以今天算是一个大开眼界。今天我可能摸转是你们主锤哦，我可能一直在学马来西亚的客家话。哦，你学客家话就好。对，海陆都已经没学很好，要学马来西亚的。对啊，对啊。好了，你刘山哦，等一下也要跟我们好好的分享一下马来西亚的客式料理跟台湾的客式料理，就马来摩强人的手菜了哈。好，给你比水就醒醒吗？有哦，我要听一下马来西亚的，给你比水就醒醒吗？有。哎，差不多了。到时候我哋健康體育館嘅比賽咯。木卡好面絲，各個家庭都要想起自家嘅好面絲，用嘴啲寒天嘅時間地度做出自天嘅菜色。本來係亞布卡嘅卡上癮，又係亞布卡嘅面絲好呢。比賽會由兩嘴嘅小嘴種先開始，準備拿出亞布卡嘅好本底料，一家之主上菜嚟。好，今日我來教馬家你。然後問一下哈，馬來西亞好朋友，今日我哋來搞馬街，我們手。哎呀，哦，你香港結婚了哦。對啊，你剛剛有講啊。所以才不行，對不對？對啊。不是啦，沒結婚也不行。也不行。這個是壞習慣。我們那邊還可以抱抱。哎呦，好多嘞。好了，那馬來西亞的好朋友，淑榮，你先幫我們選一下，今日我哋來搞馬街。剪刀石頭布。哎呦，很簡單的這麼簡單嗎？比剪刀石頭布更難一點的，海菜片還係那個古野 Q。哦，好。哪一個？古野 Q。古野 Q，做得好，有點心哦。接受原點哈。好，咁呢件事你老什麼搞也係老呀，哎呀，乖乖搞。你看，他說跟帥哥搞，沒有，現場沒有。那兩個師傅那邊在那邊。對。好啦。你要老幾搞呀？唔係啦，我讓你搞好冇？等一下，我拿出那個殺豬刀都一時候咧，然後我會嚇到。好，那你用啥先？好不好？那是淑榮嗎？跟淑榮就好。好 ，OK， 好。他真的找不到帥帥的人。對，找不到的。好，往前一步哦。準備好了哈。哎，剪刀石頭布。剪刀石頭布，好，轉過來哦，轉向仰頭哈，好，站近一點點好了哦，剛才是誰贏？站左邊一點，好 ，OK 好，好，你先開始哦哈，卡一記住後哈，好，好來，鬼耶 Q，哎，你忘記卡嘞，好，換淑榮，換你，鬼耶 Q，好，換你，古野 Q，耶！馬來西亞冇搞鬼 Q 哦，很厲害，勇強，哎呀，好啦，馬來係馬你讓一盤哈，啊，都順後來加油一下，我讓一張轉來 ，OK，好，然後繼續保持讓下，以後剪刀石頭布，好，好，我今天要跟短髮辣妹 PK 哦，哈，鬼耶 Q，鬼耶 Q，耶！我故意同樣的呢，因為我都同樣的呢。來，一定贏。剛剛淑榮姐勝利。當我白眼不該發言多咧。好啦，我輸嚟從牙牙片開始。比賽。好。都馬來西亞嘅導演檳城當到客家人哈。檳城嘅。福建人。福建人。對，都講閩南話。那你怎麼跟先生戀愛的呢？哦，就是他去馬來西亞工作的時候，然後就把你娶回來。騙回來。啊！那今天沒有叫先生一起來比賽？對，他要去上班。我們有3個小孩。哇！挺多的。所以要接到。對，他要努力工作來養我們一家。哦，所以你冇走條路哦。你要不要切到你的手？不要那個豬肉劍哦。對，常常切到。他很委婉的說我不想跟你聊天。哦，我切馬街，莫名好咧。莫名我應該都切。先不用過來嗎？重要啊，先不用。等一下，冇時間呢。剛過來台灣幾久的啊？7年。7年了，喜歡嗎？對啊，不然怎麼會耐了那麼久？對，沒有啦。苗栗喜歡嗎 ？OK 啊，非常好。苗栗是我故鄉，對，而且都產美女哦。哦，所以是你，不好意思。7、3、2、1，時間到。嘟吼。對。然後因為哈，我們剛才輸了，所以會先休息一下哈。對，現在他已經破壞完了，啊，你們繼續收拾爛攤。不會，沒有。他不會走的啦哈。好，先恭喜你哦。好，等一下。按你做對嗎？做對。
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丽琴姐，因為而家小解哦，該兩種嘅豬肉吼，怎麼會想到用兩種來炒該三絲啊？哈，为什么要两對种啊，一般已經是用這種時候的呀。昨天禮拜天啊，生意太好。哦，銀行優先呐。他的一直在炫耀說，他們整攤呐，一條豬就只剩下這2塊了。可以這麼說。對，真的假的？哎呦，哎呀，胜利安侯。那你應該不在意今天的這3000塊了。哎呀，很在意哦，這是一個面子問題。哦，哎，倒數了，8、7、 6、 6、 5、4、3、2、1，短髮辣妹繼續結束。好，結束了，結束了啊！好咩客氣啊？他你讓他有做得做起來做，用啥 Q 下做，用啥 Q 下來做。我已經強下來做啊！好嘞。好嘞。我想看麗琴姐切豬肉那個架勢。先拿一木米，我一木就木米本要給 Q 鹽記來切豬肉，好了，準備好嗎？猪肉好了，計時開始咯。好。計時開始。哇，基隆上面短髮辣妹呢，我現在發現。你們3個站在一起，哎，很像校園嬌娃哦。開同學會。你看佢講嘅媽媽居然冇 Q 用。嗯。哇，來請教一下怎樣？你感覺要切豬肉有乜個技巧啊？有啊，你要看它的花紋，花紋切起來哈，要照花紋切才好吃，它的肉就會很 Q。我昨天看一下，該發紋係嘛？該嗎？有啊。那個發紋很有嗎？哦，直條紋啊。直條紋，嘿。那你要不要多解釋一下？這樣就可以浪費5秒鐘。沒有啦，基礎切。兩三條毛做。全部切。兩三做咧強下做，係做咧強下做。冇準備做咧切啦，係。係啊。要時間啊哈，注意啊，時間啊。5、4、3、2、1，好，咱隨開始。好。還是很勤快在看17台客家電視台呢。然後專門在禮拜3、4、5下午3、4、5下午3點吶。黑馬個節目。那個一家之主啊。給你一個讚。哎，加0.2，快點。對。好，好，我哋先講改片啊。記得兩下節咯哈。好。那這個豬肉短悠悠哦。跟你切的沒有關係，是豬本身的問題。兩枚豬肉哦，這個短悠悠，短悠悠。今天怎麼那麼難聊？對啊，今天怎麼了？你們的那個夾心肉哈，然後這個里脊肉，它是用顏色來分嗎？用部位。像我們外行是怎麼樣看啊？你可以跟老闆講啊。我問哦。對呀。你在嗆麗琴姐嗎？咱網上節目嘅時節咯，挨老嘅熟容聊天哦，幾老來講哦，該馬來西亞客式料理就是要動體片嘅料理哦，用豬腳來做，你聽聽看。豬腳。可是怎麼料理？豬腳醋啦，是酸酸甜甜的。哦，撈蒜絲來做哦。哦，就像買給其他給挑梅呢。所以全部用黑醋跟糖而已。哦，因為醋是因為它的醋會軟化，對，所以它的豬就像我們台灣的可樂豬腳是一樣的意思嘛？可是那個我們很像我們馬來西亞跟香港都會用那個當做月子料理，都必吃的。哦，我學到啊！他是月子大師，真的。你們兩個感情哦，有沒有安好啊？有哦。你們是住一起？住很近。我們住很近，你也在馬來西亞？馬來西亞很難聊天，我先把他帶走。中南音，哦，中南音，中立，哦，中啦，中的。你做得講西煙啦，每邊洋腔，而家講嘅去了用冇講去了誒。你講嘢是啊？佢大英福權啊哈？誒，福權。哦，大英全部強下住住盤哈？冇，啊，但是。叫爽空哈什班哦，對。好，那就是先過去，因為聊着也不有趣啊，尷尬，又不好聊，難聊哎。麗琴姐，像你剛剛講說你們的那個夾心肉哈，然後這個里脊肉，它是用顏色來分嗎？用部位。對啊，可是你是像我們外行是怎麼樣看啊？你可以跟老闆講啊。問哦，那老闆講什麼我就相信什麼這樣。對呀。你在嗆麗琴姐嗎？這感覺好像。這句話在嗆人哦。因為又六事件哈，我係時充賣豬肉嘅時間，
我就想说我要买什么猪肉，我不会挑，然后老板就会推荐。我每次都觉得是老板是卖不完的推荐给我。会这样子吗？要是卖你的话，我会啊。对，这可能是人的问题。讲你会做嘛个东西，应该讲哦，我今年会炒你系某笋，其实咱讲，你里脊都会好，哪一个比较适合？哪个部位？因为那猪孔肉，其实咱讲哦，就嘛个肉样子啦，系啦。真劲动香诶！你香菇饼高高后就动香诶，好，加继续加油吼。好，时间呢放好，一定唔怕，唔可以赶紧哦，好。来先过离坤呐。好。哇，两片开始炒咧。我这个猪肉短悠悠哦。跟你切的没有关系，是猪本身的问题。我们这个猪的部位，你有问过吗？你刚才不是有问过吗？我怕你忘记。我们这2片猪肉哦，这是短悠悠。短悠悠。今天怎么那么难聊？对，今天怎么了？今天怎么了？因为我好久没去马来西亚了，有一种近乡情怯的感觉啦。哦，我哋咩加豬哦，咁我哋加水哦。居然去平常時都給走馬條路咧？我退休咧，你本單係走馬嘅？做學校做，姓上。嘿，中埔市。你讓他講啦。走馬嘅。開藝講嘅啊，做學校主食。哇！營養午餐呢咩？營養午餐呢哈。對，師生的營養午餐。中埔市誒，所以會顧到營養，又加有素呢樣呢。他去古色，可能凍好看。他去秋丹街炒改的東西有已經凍緊容，一定很營養。那你們繼續加油，看起來快好了。可以的，差不多。胡椒粉來啊！又放落去了啊！放了。有。胡椒粉。等下當自己還低頭哦。我有放了。好，沒關係，你等下再試味道，幫你準備着。蔥花下來，要下來。哇！所以我都嘅三絲是係嘅莴筍，還有風吹頭、玉絲、木耳。哦，呢啲係絲絲嚟哦。所以還好，倒數咧。6、5、7、3、2、1，時間到。大家出來吃看鐵管底肚乃不卡米西烤好食咧。哇，兩家呢，開起來都當好食咯，吼！來，頭邊去講買豬肉，來個頭邊冇 Q 米頭，先對風吹開始來食。來，哦，好好吃哦！好香哦！大紅豆不要到小米，有媽媽的味道。有，哈，它是許多兩種嘅豬肉，口感咪冇強濃。有個起甜慢的哈。好，等下我南水來品嘗看啊。好，感受一下。我感覺我這個豬肉吼冇炒到太硬，所以其實也還蠻 Q 的。沒懂好食。最尾有加上嗰片梨粉吼，讓它整個滑潤，凍好食。真勁凍好食咧，吼。好，緊張嘅時間到了，南水老風吹到底要得到幾多分呢？先來搶徐師傅搶本分數。英明啊，徐師傅英明。等下喊好英明嘅時間咯，盧師傅搶本分數。你看。徐師傅搶公平。我講哦，兩片雞甲風吹頭做咧煮鹹肉一啲啦，啊兩鹹湯一啲啦，係鹹湯，啊兩梅頭都有做到底位，尤其加香菇無叫食緊梅頭咯，到個茭白筍、莴筍咯炒到嘟嘟好。我們是炒給小朋友吃的耶，營養午餐呢？營養午餐紅湯一點啊，他年紀不對啦，謝啦。得罪師傅真的是要小心。盧師傅讓我這個講下。可能佢咧切的東西會觸到油，還有搭配嘅比例嘅問題。你到做呢莴筍就好豆，因為莴筍係主角嘛，佢係做得好豆一啲啲，其他比較少一啲啲樣嘅。其實兩片可以來是講配料嘅比例問題啊，兩片梅頭哦，全有國家嘅梅頭樣嘅啦，係。很難評吶哈，我知道你也是硬講了一些理由。談起啦，因為兩組吼準備個小心機圈冇強容，冇錯啦。好了，唔怕，等一下呢，唐公給咪盧師傅來帶了動力會嘅死鬼料理，聽說還是我喜歡吃的，來看一看帶了嗎？死鬼料理要搞太假嘞。中埔素滷菜。好，盧師傅給咪帶來嘅菜色係有乜嘢名？
今面用咧酒酿烧莴笋。哇！哎，等下贵姐呢，係食下嘅酒釀係非常合適咧。係啊。好，來看一下食材。好，吹料有莴笋，用笋皮咧菇哈，紅時菇，山藥，白山，還有咧蒜頭，好，像挑梅嘅咧酒釀部分，還有其實炒咧。呢樣嘅部分，春到會用咧辣條飯，同啊今年用咧條腐子，辣嘅條腐子取代香嘅，還有卵其實現在用咧酒釀煮咧卵啦，好煮卵湯啊，哈，今年嘅卵開始都會做咧勾芡，會做勾芡，然後但做勾芡呢？好，先來切咧莴筍，好，切滾刀哈。係。大家有看詳細嗎？有嗎？剛問題就得問哦，哈，為什麼要切這樣子的形狀呢？好梅頭好會熱到啲味啦，個片都有前面啊，然後。好咧，成條差不多要煸到啊，煸到嗰啲時就會煸太，睇下從咧酒釀，不給一半。那個可以留一點給我吃。哎，不給它氣味先出來。還有咧條腐子。全部搞哦，辣的，哎，酒釀加愛情是什麼？愛情釀的酒。等一下呢，你們三個男的不要吃，原力，雷神莫也是。還是這個時候沒有拿白飯來顧就好，最後沒有帶白。又變男生的錯，又變男生的錯。酒釀加愛情是什麼？愛情釀的酒。會呢哦，太厲害了。你們也知道啊？哎，老師，不過我問一個認真的，那條腐子炒嘅是這個佛祖的靠安排哦。做對了，他不會炒到起佛拉的。要控制好佢嘅溫度。好好好。所以嘅馬來西亞有呀嘅條腐魚嘛？有嗎？有啊有啊。有哦。有嗎？有的啊。好，大家來點胡椒粉，胡椒粉。你們調味都是一開始先弄哦？你在做醬啦？醬料，等一下要煮啊，佢嘅芡下，嚟啲調油配啲色。哇！好，其他材料係炒一下。山藥。好，係莴筍。哇，很香哦，配合都懂上顏色的。哦喲！本期先你係醬先醃到嗰啲材料紅果。哎，等一下莴筍會出水嗎？係煮，係會加水係煮。其實你這樣就夠夠的耶，還要等一下加那個卵趴拉勾芡哦。我你係對你係凍料啊，醬凍料，我係用到水係幫你煮啊。睇起來有問題嗎？忙着吃過，忙着吃過。那等下看有沒有夠好運做得吃得到誒，沒打掃吃得到哦。所以注意看哦。越些節目咪啲播喲，係啊，成咗。一般嚟講，我發冷水都會熟啊。涼水就加水啊。但是今天會有例外出現。怎麼說？嘿，就是我相信。唔怕素人因咪做直播卡煮啊哈，學起來直播卡煮。這樣紅隊有聽到嗎？有。你係時間行嘅，你是都叫你卵。卵做一個甜醬啊，T 百看到誒。就應該做個凍飯啊，因為係。哦，卵湯嚟哦。係啊，叫啊。吞口水咧哈，要躺到上哦，緊吞哦。吞口水啊，這個時候就要一碗白飯。不然這樣子好不好？等一下呢，你們三個男的不要吃，原力，雷神莫也是。還是我們三個男的吃？對。哎，那你們女生不要吃。因為他自己煮，幹嘛自己吃？對啊。對啊。所以就是換我們兩個來答題好了，好不好？男生一對，女生一對。而且你看看你，我最近看你臉書的一些照片，那紐扣都扣不起來。對啊，是紐扣的問題，應該是啦。看這邊來吐氣一下，吐氣這邊。紐扣的問題。通哦，還有加通哦。係，因為條啊，個誒，你啊條褲子啊穿嚟慳嘅。哦。
马来西亚吃比较甜还是比较咸啊？甜吧，比较咸，比较咸哦。对，重口味。啊，我们刚刚煮的蛮淡的。哦，因为主要是秋兰煮的。哦。因为我们比较清淡。对，要小孩子吃吗？他们后面有个音很可爱，咩，有半音咩，嘿吗？我会讲马来西亚语，端端当关关。哦，good。那是什么意思？各位先生女士，对，selamat datang。主席为荣，主席为荣都有。斯玛丽当当。啊 ，selamat datang，欢迎光临。哦。那一家之主怎么说？一家之主。啊，satu keluarga。你对镜头讲一下。satu keluarga。哎，等一下，我们讲说放让序款，然后他讲好不好？好。好，你讲那个狗为什么观众朋友什么的。太长了啦，你先跟我们讲一家之主怎么讲就好。Satu keluarga memasak。Satu keluarga memasak。放让序款。Satu keluarga memasak。好，大家转台，确定这是什么节目？对。还转错台，转错台来到马来西亚了。我哋还有一版的酒酿的阿姨，味道很好冲的。所以你要是不是加米酒嘞？哎，不是加米酒哦。乱呢哦。这个我一定要吃。滑蛋用滑蛋的感觉，还有像嗰啲我用便宜粉，等下嗰咪冇顺咪高度嗰系酱啊，系。好。哇，哎呀，好香啊哈！大家回去今天晚上就要。真的吗？有，真的吗？那不要听鸟不卡斯喽。有哈。还有。可是酒酿我们没有。啊，去买啊，去买。旁边就有卖，超市对。市场就有尾啊。有。你们主要没有是什么？你知道吗？这个碗。他每次最难就是这个碗。冻姜，真的是很厉害。姜哦。好，酒酿少莴笋。安娘去后 C 喽。你们要出题目这一 part， 你就出给他们2位男生就好了。因为不管老师紧进去吵嘞，我跟徐师傅有答对。没差哦，没差。对，我先分装好了。先分装啊。好，我们先长知识一下。好，你啊考的这个係隻問題啦，吼，講嘅咧莴筍啊，有乜個特色啦，吼 ？A 係體積好短，好 B 係冇使用嘅疙瘩的。讲起来都觉得很没用的感觉。哎，怎么是公的都没用呢？好，先来猜拳一下哈，你们2个人猜拳哦。剪刀石头布，公的都没有用啊。谢谢哈。好，谢谢。你 A 还 B 呢？还敢讲哈？真的，因为通常同步啊，然后全部都讲哈，共改的东西真的会比较娇小一些，像我们3个的身高。所以啦，我自己的直觉应该选 A 啦。确实也比较符合你的状况，就是这个比较第一节比较短，就是莴笋的部分。啊，你也选 B 吗？应该是 B 题的，莴笋啊，都在搭配。马该，答案係 B。差点。公的没有价值呢。公的我嘎称。马個眼鏡啊，哈，莴筍哈太強健啦，黑細菌哈冇法度咧入侵啊，莴筍係。提送緊哈，唔會膨大運順啊，冇你係使用嘅疙瘩，所以嗌你係莴筍溫度你係公主啊。OK 的，今天的魄力是有3位都在身的，可以吗？哦，走的。真的嘛，好这么开心的事情，我还是没有看到菊英姐在笑。对啊，她醒的啦，笑得特别开心，注意我。哇！第一次安用音呢，係啊，安奇怪，係啊，旁邊那個是，以前咧炒呢一種好慳嘅水碰盤啊，好棒哦，上去就像凍飯啊，凍飯一樣嘅感覺，係因為真的很好吃。真嘅，然後是沒想到你最後把給酒釀進去，哎，吃起來怎麼樣？跟男生分享一下。對，
吃起来我觉得好棒哦，绵绵的，然后这个绵绵的，嘿啊，咖啡顺的浓厚色，切切啊，对，Q 元记你知道嘞？用白后色，有豆腐鱼的味，係要聽副嘢味道濃濃用用，真的啦。就拿整好什么？浓厚色，有白好色，它的那个味道很入味，很香，真的。那我可以吃一口吗？哎，你有问过她老公吗？可以。够咸了。哦，啊，谈一下书中哈。这个时候没有拿白饭来，肚子好饿。来一碗白饭更棒。你今天没有吃早餐，就是为了这一个。你看我们节目不知道要带白饭来吗？对啊，你怎么没有带白饭？又变男生的错，又变男生的错。下次注意，下次。没有这样。你看动药哦，等一下你要出它全部一模了。好，家下呢全部係熱別夜，生下來呢我嚟進行最杯米館嘅比賽咯。愛係太祖譜，用吹波用接力嘅方式，運用客家特色食材，完成總譜食天愛做嘅菜色。啲先前唔知會出乜嘅題目嘅情況底下，梁翠咁嘅因為太緊張嘅，殺亂盤盤喎，到底馬沙張係真正嘅一家之主，而你誰來上菜了？最杯米關咯，剛剛頭前呢，大家都會得到一份係評數哦，結勝負就會拿到米嘅。拿到都講乜嘅？好，唐公係苗栗和最有名的10個東西哦。該不會是我吧？哎呦，它是每個人的美食，每個人的菜啦，好不好？來，打開。小辣椒嗎？啊，小辣椒。快一點。哦，打開來咯，200個東西。水晶餃。你就一般來講，就會講水餃啦，哈。水餃。哎，你客家人沒有厲害到別。一定要吃這個客家美食啊！要放嘅炒麵、炒米粉，嗰個是水餃湯啊呢。迄個其實早嘅把本意是嚟嘅蔥嘅調油就當好食嘞。所以今天這一道是不是就把它煮熟，溫豆油就好了？冇強龍哦，不一樣嗎？怎麼個做法？要做啊，5味水晶餃。5味，可是這個有指5味嗎？沒有5味嗎？我們另外按過調個醬汁時候有5種東西叫5味嘛，哈。所以現在有5型也有5味。對，現在有5味，現在走進化版叫5味。這是用燙的嗎？還是？用泡誒。墨西哥用泡改誒。哦，5味要怎麼做？ 5味是加香菜、蔥啊、蒜頭、辣椒啊，還有乜噶？哎，切油油啊，落去炒，啊加番茄醬、烏醋。OK， 調個梅變成5味醬，夠湯，按做得哈。出題目。好，來出題目啦哈。用半應該水晶餃的外皮會呈現半透明呢 ？A. 麵粉特性 ，B. 添加洋菜。哎呀，挺簡單的，來，先來猜拳。來，睇下馬上嚟猜拳啊 ！Q 元記好，Q 元記。就咱接來了哈。剪刀石頭布，剪刀石頭布。耶！好，然後 A 還是 B？哪一隻嚟答案 ？A 也係 B。佢都準了，好，要選哪一隻？做嘛叫有一些挑講 A 嘛，哈。天地分不難提示啊，係啊。看哦。有可能跟麵粉哦。你確定這是用麵粉做的嗎？我們是苗栗人呐，他家可能都有做，趕快決定一下比賽了。好啦，因為你要挺簡單啦，好啦，那就選 B 啦，哈。 A 嘛，哈 B 嘛。好，答案係。你要咩恰恰哦？哎呦，恰恰，哎呦。你懂進不懂？你要做啲聲，繞一下。嘿，繞一下，嘿，繞。竟然會，第2期可以應聘廚師的角色了。因為你要挺簡單啦，好啦，那就選 B 啦，哈。 A 嘛，哈 B 嘛。好，答案係 A。用半應該水晶餃外皮是用成粉，又稱無筋麵粉嚟個做嘅。麵粉洗去麵筋後，做出來嘅麵點細嫩滑潤，具有半透明的特色。哦，安永太家弟，安永你了解了哈。有啦。所以下一次猜拳還是要加油。好，沒問題，我們要靠我們的。營養總不是，還有馬來西亞的厲害的那個我們的核心 Q 啊，哈。好，加油！所以就來進行最杯米館比賽嘍。全部切油嘅是炒嘅。好。
走的。所以我想知道，等一下你都去煸干哈，我嘛该先煸啊。洋葱先煸，然后甲彩椒咪下煸，煸不去未熟嘅时间，调解有味酱。那我们可以先煸。咁咪做啲先烹拍，浸落料味咪做得。要普通叫吗？唔是漂皮甲切切做得咧。所以要高温喽。係，啊成樣你泡嘅時都要燙一下，冇飲。不然会黏住。你咪做啲攪啦哈，攪啊咁樣。这样可以吗？应该够，不用到很幼吧？这样做得了吗？要很幼吗？很幼是下喉啦。很幼係卡喉，係冇？好。下幼。那就給你幼。你咪做得該料會全部切好伊嘛，強下刀，對哦，就不用每一個都出力了。你好好。下個演習嗎？好，演習要很多嗎？全部下安排。好。全部下去哦。咩切到油全油啊，全部切。全部切。全部切，杜好。好 ，OK。好，按照狂雞片咯。好 ，OK。甜甜要來咯，按照狂雞片咯。甜甜又來了嗎？甜甜要來咧。你有冇恰恰哦？哎呦，恰，哎呦。你講進軍哦。咩人寫？做得。哎呦。哇。要恰。哎呦，恰。做得。哎呦，要時間啊！要時間咪冇時間，等下數字怪你哦，諗講哦。呀，慢慢上嘢聲嘢啊！ 9、8、7。我現在喺鋪係冇，現在喺鋪係冇。 4、3、2、1。做啲表嗎？沒做得，同意，沒做得，沒做得啦。第二棒，第二棒我馬上。好嘞，好了。啊，剛剛講說什麼要先煸啊？煸用，先加油落去，拿來煸個蔥頭。你改片都還冇切好呢？哎，三斤同體，三斤同 BB 棒棒，你有冇看到？三斤。你不按度吼，不能太大。哎，按度吼，不能太高，像我這種高度可以嗎？有比我高。他是你的菜嗎？不是吧？哎，不要這樣問。我已經選到了，我已經選到。我娘皮喲。 哇，好漂亮哦，好像我買蝦的蝦餅。真的耶，好像很漂亮哎。那粘起來有關係嗎？我這樣我知道了。該料我別開啊，哎，是冇錯，哎。其實我們要做的是蝴蝶。蝴蝶？哇，蝴蝶怎麼做？就粘起來了。蝴蝶。上個全醬，童謠是一樣的。對，童謠。你咪做在身邊嘅，做在切，煸好再弄。做在身切菜啊。你看你們又誤導我了，我又在聊天，是被你對感了。你做唔得意思啊？你做咩撈去強下啦？對，你們不要來。強下是不按用音，按表面是好嘞。好，你先過來。哇，不會切嘞，切得很好。喲。姐姐，你一定要冷靜，最後面再分，已經爆開來了。 有了，他切得不錯，誇獎一下。對。最尾面張留起來，嗰個張本佢來最後誒。你這個改叫還蠻切哦。啊？改叫啊？風叫，那不是另外一個接手嗎？沒有啊，你可以做啊，你做得做啊。我剛剛切其他張都得撈你天數誒。哦。哦，第三棒準備啊，你啊。你第二棒還沒結束，第三棒不能做。還有5秒。我做得灌在4、3、2，熱頭忘記了。哦，係。啊，你也不能做這個。下班嘞。不是要倒起來了。哦，那種哎，你也是點摸嘞？你太那個了啦。你太那個。倒進去。啊，像這個怎麼辦？要表面，不只能他用而已，一關只能一個人用。哎，菊英姐，你切蔥條給放學的，凍起來應該切另個哎，放學的。係啊。很像切蘋果，先把這個。而且呢，給低頭用的。剛剛沒有切到幼幼的嗎？不是，太低時候。太低哦。捆。一捆一捆的。看你自己。長長的。圈走的，你要整顆放下去沒走的。哦，不錯。走的咯，哎，走的咯。 好，那就同該片咯。再來防色的。該片糖又上咯。我們可以用那個廚師幫我的嘛？好，那我們就叫師傅來哦。對，我們叫師傅來就好了。來好了。好，我們一起調。好，你們兩個平下講哦。廚師，應用啊。老大家講。
厨师帮我。居然间冇讲，厨师帮我啊，来，师傅救命！几时开始？开始。救命！救命！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哦！救命救命哦！哦！有啊，跟梅头出来咧。有，哎，命就救到。好香。哦，还敢多。汤。五味酱子汤，哦，还有那个乌醋，哎，摸摸炒，算是，算是，算是多呢。你还算什么？哎，我倒下去吗？倒，全部啊。哎，还有嘞，张伯谦，你可以倒吗？体育个，好。你要尝够吗？等一下，最后送我们2秒试一下，好不好？没有，时间到了。马来西亚的朋友呢？也到了。好，首先啦，该自家吃下梅头啦啊。好，我们先过去哦。好，一起走哈。哇，按痛牌呢。你都有纸质摸那鱼了哟。哦，摸呢？哦，你平常都不会拿吗？有时候有拿了。有时候拿，今天不拿。好，等一下闭前标一下，可以跪在摸耶。好。你这样笑呢？那不对不上啊，那跟那天。妈妈在家里煮菜真的是比较不拘小节，一个概念，有得吃就好。对，对。你要不要先把给？先绑吗？他的意思是说，把这个外皮哈烙跟用好绑块了。没有。一扎。自己唔这样笑呢。你把先短发辣妹，你要做的先绕一下。啊，嘿，绕一下，绕。既然会，第2季可以应聘厨师的角色了。对。哎，按错。你怎么回事？不是他扒到最后才发现我笑呢。好，我觉得差不多可以用厨师帮忙我了。好，来，该拍到那年，那我强下讲。来，等一下。好，拍那边啊，来，强下讲一下，该拍到谁？来，你先拿这个牌耶。一个牌没拿这个牌。好。讲一下，没关系。呛供。讲，厨师帮我。好，我帮你。好，一时开始。哎，不一样的形状哦。你都要切挑，还都要切一颗。有的条啦。哎，大家要看清楚，5味是哪5味哦？哎呦，这样会厚起来哦。对啊，还有葱。哦，哎，你还留一手哦。哇。哎，还有个焦糖。嘿，哦。各位糖落头麦豆椒，乌醋。我突然发现一件事，你们有切辣椒哈？有啊。啊，贵挑唔系用哈。我们用1条。用1条。哎呦，该调就够哦。酱油膏哈。还有放酱油。水。软啲嘅先冇。应该还要讲。30秒可以哦。没有是30秒哈。用个水几时冇盐呢？就都水就唔会。那个空包蛋待会可以帮我捞起来。空包蛋系吗？但是，等一下，再翻几下，吃一下蜜透。4、3、2，再一次。哦，并下来。谢谢。感谢。谢谢。哥老给搅匀了就好些耶哈。跟用那一类，对不对？这个空包蛋，等下把它捞起来就好了。盘子，大盘。好，加油哦！然后夹皮来。可以，不用压。该准备起。你睇我拿起睇嚟哈，用做好诶。好，家家嚟倒數。好嘞。6、 5、4、3、2、1，時間到。大家就係試試看下最杯米館地度，那部卡上係列台中普雷。哦，冇想到俺哋苗栗子公就会有个水晶饺有暗涌嘅做法，跟你们新竹融合之后有不一样的做法。对啊，真的好，看看我们诠释的怎么样？好，等下讽刺也开始吃吃看呐。好吃，好香的哈。好吃啊！因为你这个水饺哈，包含好 Q 哈，所以我觉得它那个口感蛮 Q 的，很有嚼劲。不会软烂的。对，而且做这不用再加胡椒，因为我们那周水晶饺底就本身就有加胡椒粉呢。好，现在换吃蓝队。好，来。因为它有一些溜溜的整肠。
那就很好涮掉，它酸它爽。那个酸度带出那个，因为该水饺它里面的肉配上它的酸，嘟嘟吼。马来西亚有一道菜叫糖醋肉，是类似这样子的，就甜甜酸酸，也是加这种配料。对。好，观众的时间到了，好，提前呢先向齐师傅抢分数。啊！等一下，你再吃一个。好了，卢师傅强不足，你吃2个，你吃2个，抢公平。哎，上班了，根本题目是5味酱，5味芥。地不冻椒就很均匀的，什么都有了。啊，你那片正常嘛，给香菜切它烧掉，大概辣椒，它没有辣味跟那个香菜味，所以没有就少了这2味道，所以要5味。所以这个我会赢它，就是因为它的东西都有在，对，5个东西都有在，很到地。所以你刚问我说要不要全部切，我说全部切，是，所以说那个比例配好。演习啦，对，演习啊，嘿。是因为这道菜太棒了，我们想带一点回去做啦。哦，可以。阿卢师傅嘞，你这是讲政策到了项目的部分，然后连到了到是类是会好听一点，了到是类是层次感有点深，就叫嘛味道然后就不同的这个风味5味相酒出来，吃了到可能是类是会变得好甜，不应该甜味牵过了就别香的香料的味道啦。不过两处料理呢，正运动创新，开启感呢做豆腐卡了吃手困难，因为呢来苗栗的时候必买的名产就是买这个水晶饺，都在呢做的编发来做吼。好，公布分数了，恭喜今日凤取得到3分，南取得到1分，红队呢有3000的元呢加彩金，恭喜！恭喜！哦，我对不起马来西亚朋友对不起好啦，不过你奖品没动是一体成型不锈钢道具组4件来做送分你的哦。谢，恭喜！好，先来谈看下你今次了拜参加的心得嘛，然后太起家来分享一下。今天很高兴来录这个节目，刚来的时候很紧张，又兴奋又紧张的心态来参加的，嘿。谢谢大家。但是你挑战成功哦！对呀，恭喜！成功了。叫因今年参加的心得老太家讲一下。今比来到了苗栗当欢喜啊！本来学习巴嚟啦，安尼啦吼。按拄好今比本来都得到奖，自蒙太家。你主持人，恭喜！哦，拍摄啦其他接的好了，老台家讲一下今天那个男主持做的有多差，来。这个参加嘅感想係乜解？我先天數簽到，天數簽出來，我很感謝啦，真的。今天我也是志在參加，這個反正就是高興。唔怕啦，提日擺拿獎品，提2擺拿獎金。哦，冇問題吼。將有經驗，好多經驗，好多東西，這個就是最大的獎品了。好啊，我們馬來西亞的朋友殊榮嘞。喂，阿公阿媽，我上鏡了。哦，你嘛個感想，昨天老大家講一下。沒有，就是一個學習不一樣的東西。謝謝。啊，謝謝用馬來西亞怎麼說？哦，terima kasih。terima kasih。terima kasih。謝謝你們，謝謝。好，今日這一道歡喜哦，睇起間拿出無卡料理嘅本地客家呢，又都要特別有好學習，也係最歡喜嘅一件事情。所以啊，假設你係梁莎我們的短髮辣妹主編你係好好的這個關係，我也不知道怎麼解釋的。今日你報名參加一下啦，terima kasih。好啦，你家子組呢，就等等睇起間向下來報名哦，就等你家子組，你下禮拜再見，拜拜。